红没了！太后红没了！太后红没了！皇后红没了！六王红没了！太后红没了！皇后娘娘红没了！云香容杀了太后，畏罪潜逃。六王和皇后相互残杀，双双死在房内。这些都是宫中大悲之事，必须举国哀丧，捉拿逃犯云香容。皇上，这些奴才记得都对吗？记下来就传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说逃走的云香容杀了太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的伤口一看就是箭伤而死的，现场留下的证据就是云香容的佩剑。云香容本来就是瓦剌的内奸，为宁妃报仇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萧蘑菇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事情就是这样，只不过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查太后和乐平公主的尸体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。你越来越不相信我了。也罢。国师大人，你不能进去。皇上命我来检查他们的尸体。皇上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所以您就别为难我了。皇上说还是赶紧烧掉吧，不然这皇宫里全是死人味儿。上面情绪喜怒无常。脸色泛黑，果然是中毒。竟有此事！我也不敢相信。那么自然也可以凭此密诏罢黜你。于大人，我只是想一心为我母亲报仇，我有错吗？可你的所作所为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做皇上该做的、可做的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当胸怀天下，以德治国，绝不可以挟私报复，肆意杀戮。事情都做了，不可挽回。
就请你自己下诏宣告退位吧。之后，臣会拟书昭告天下，将你的罪行公诸于世，再与群臣商议如何处置。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，大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一心只想为我母亲报仇，现在大仇已报，我可以治理国家了，大人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大人。大人，我错了。你的所作所为与六王有什么两样？我后悔啊，后悔当初不该拥戴你做皇帝，臣辜负了先皇的重托。我是怎么了？你当然我知道，你这次来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但是我又想报仇，以免跟大人发生争执，伤害到你，我在这个屋里点了迷香。你，大人，你毕竟是我恩人，我不能加害于你。我要把你关起来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你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你。虎羊之争，居然羊给赢了。你终于熬出来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。看来宁妃还是这么有精神头啊，还能活一阵子。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？不如就给我个痛快。不，我这次来不是折磨你的，我是想和你做笔交易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飞鸽传书到瓦剌，将大明的皇帝处死。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想杀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，我就放你走。毕竟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。我答应你。我知道你不会放我走的，换作是我也不会放你走的。聪明，不愧是宁妃。不一定哦。于大人进宫多少时辰了？哦，有5个时辰了。走了。师傅，是你吗？
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了。这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梦见我们在一起欢乐的时光。我们回不去了是吗？月儿和陶公公都离我而去，你也要抛弃我，对不对？你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以为你做了这些，陶公公他们就能死而复生吗？小蘑菇，你这样做，非但得不到人民的爱戴，还会把自己陷落于众叛亲离的境地。我奉劝你，早日收手吧。我不管别人，我只要你。师傅，你变了。以前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会上前来哄我。你看看你现在，都不心疼我了。小蘑菇，是你变了。师傅，听不懂，你现在已经被我困在这个血毒之阵里了。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布置的，就化作一份礼物，送给你。哎，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，因为这个阵，你要想冲破它，轻者内力全失，重者你会死的。你终于对我动手了。我只是想留住你。你看，他是谁？心疼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吧，要么杀了这个，挖了奸细，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国师，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小蘑菇，你疯了！他是你师傅。就因为他是我师傅啊，我才要给他最好的，把他留在我身边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，因为我喜欢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了云姑娘。听不懂，你耳朵有问题吧？我刚刚说的是，你杀了云香龙，留在我身边，不是说放了云香龙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是一个道士，这么残忍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亲自做呢？要不，我替你做吧。云姑娘，我们必须分开跑，不然一定会被捉住的。不行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走！云姑娘，云姑娘，那云姑娘，还请多多保重。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抓住他们！
他们这是兵分两路跑了。天目统领给我吧，你们追。是。这边，分头追。好，追。天目道长，公主，天目道长，小魔狗杀了太后。他现在连我都要杀。什么？走。这边。小心！乐平公主，师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可以找到你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那你又是当年的天不同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浑身上下充满了七情六欲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什么资格？好，我就想看看你抱个死人能跑到哪儿去。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！不要管我。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就抱一下。知道吗？这个我等了好久好久，天不懂。乐平。师傅，徒儿，你这段日子下俗世历练的如何？徒儿一事无成。徒儿曾想，只要道法高深，便能化解这世间罪恶之结。可是不行，不管你道法有多高深，也始终探求不到这人心之深度，更化解不了恩怨情仇。事已至此，这些都是执念，执念在宫中让欲念纵横。你还没有看破吗？还是应该放下呀。放下？徒儿明白了。
皇上，已经得到了准确消息，皇上已经逃出了瓦剌，现在已经到了居庸关。皇上，是太上皇。真的不再修行了吗？这世间许多事情都不能执着，我修如何？不修又如何？当是你没事就好。你看你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怎么还一副山人样子？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就赶不上船了。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然如何？好了，逗你的，走吧。希望六王不要食言。如果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太巫师。如果我找不到，我还没有散人，再跟我还要散人呢，本来就没有散人。对，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没完的。可以走了吗，六王？找。是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？志龙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。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务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。那我要是干到多亏。事成之后，嫁祸的缘分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贵妃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